大家好，我是六弟，欢迎来到六弟台语教学。今天要来教大家数字的台语，让你可以从1念到1兆。不止这样，我还会教大家怎么念电话号码、路名、99乘法，有关于数字的成语。我为了方便教学，接下来都会用中文来解释。准备好，我们就开始哦。1的台语是七，2的台语是哩，3的台语是4的台语是5的台语是5，6的台语是7的台语是7，8的台语是8，9的台语是9，0的台语是0，10的台语是11的台语是11，12的台语是12，100的台语是101的台语是101，110的台语是101跟110的台语会有很多人搞错，我再念一次，你们注意听。101的台语是110，110，111的台语是120，120，120的台语是100，1000的台语是1000，1万的台语是1万，10万的台语是10万，100万的台语是100万，1000万的台语是1000万，1亿的台语是1亿，10亿的台语是10亿，100亿的台语是100亿，1000亿的台语是1000亿，1兆的台语是1兆。接下来我要教的是另外一种念法，这种念法适合用在名词，还有在朗诗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念电话号码、一般的路名，在文章里面我们也都会这样念。1的台语是1，2的台语是哩，3的台语是3，4的台语是数，5的台语是5，6的台语是6，7的台语是7，8的台语是8，9的台语是9，0的台语是孔，像是高雄的路名：1兴、2胜、3多、4围、5福、6合、7贤、8德、9如、10全。1兴路的台语是1心咯，2胜路的台语是2性咯，3多路的台语是3德咯，4围路的台语是4围咯，5福路的台语是5福咯，6合路的台语是6合咯，7贤路的台语是7贤咯，8德路的台语是8德咯，9如路的台语是9如咯，10全路的台语是10全咯。如果你要跟人说电话号码，就用文读音，譬如说0800123456，念成台语是1234556。接下来我要用台语念成语1心2用，台语是1心2用，独一无二的台语是独一无二，3心2意的台语是3心2意，四面八方的台语是四面八方，过五关斩六将的台语是过五关斩六将，六亲不认的台语是六亲不认，七步成诗的台语是七步成诗，八九不离十的台语是八九不离十，十拿九稳的台语是十拿九稳，十全十美的台语是十全十美。这样你们学会了吗？接下来我教大家12生肖台语的念法。我先讲国语：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。
台语怎么讲呢？鼠的台语是畜，畜；牛的台语是牛，牛；虎的台语是虎，虎；兔的台语是兔，兔；龙的台语是灵，灵；龙的台语可以念成流，流；也可以念成灵，灵；蛇的台语是爪，爪；马的台语是马，马；羊的台语是牛，牛；猴的台语是狗，狗；鸡的台语是鸡，鸡；狗的台语是告，告；猪的台语是滴，滴。那一般我们都会这样念：一兔二牛三虎四兔五龙六蛇七马八羊九狗十鸡11狗12鸡。接下来我来示范99乘法用台语怎么念。313的台语是313 313， 326的台语是326 326， 339的台语是339 339， 342的台语是342 342， 355的台语是355 355， 368的台语是368 368， 3721的台语是3721 3721， 3824的台语是3827 3827， 3927的台语是3927 3927。我们也可以用台语来念数学题目，譬如说100除以2等于50的台语是100除以2等于50。今天的教学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想学其他主题的话，就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记得订阅6弟的频道，拜拜。转身，专注的现转。